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35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35天，也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的第35天。今天恐怕也要让盘盘们失望了，因为特朗普一边说要停火，一边说要撤军，一边又说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一边说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会儿说这个没有协议，没有通航，他也撤军。总之说的是颠三倒四，但是我一直说他就像鸭子划水，表面上看是那样，但是他脚底下没闲着。果然他对伊朗的打击是逐步在升级，果然是要践行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这个诺言。昨天话音未落，伊朗最高的一个大桥就被摧毁。这个央视报道，4月2号被称为中东最高桥梁、伊朗标志性工程的伊朗卡拉季奇市贝伊克公路大桥遭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受损，实际上就是摧毁了。据悉，这座大桥是伊朗工程界的标杆项目，被称为全球最复杂的工程成就之一，也就是宏大的工程，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很多人都懂。盘盘们是最喜欢这种工程的，宏大，体现了国力，遥遥领先，倾巢式领先，结果被这个不讲武德的特朗普给它摧毁了。很可惜，这座大桥还没有通车，正要通车。它属于德黑兰到卡拉季奇交通走廊的核心道路基础设施，原计划于近期正式投入运营。袭击造成桥梁主体结构受损，相关路段已全面封闭。当地政府发布紧急提醒，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该地区。袭击还导致卡拉季奇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最大的桥梁坍塌，永远无法再次使用，更多灾难即将发生，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就太晚了。否则，这个曾经有可能成为伟大国家的希望就荡然无存。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说，这种行径，也就是破坏民用设施，包括未完工的桥梁，并不能迫使伊朗投降。这种行径只能表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失败和士气崩溃。他强调，每一座被毁的桥梁和建筑都会得到重建，且更加坚固，而美国的地位受损。这一既成事实将不可逆转。随着伊朗这个最高的桥梁，中东也是最高的桥梁垮塌，全球的资本市场好像也垮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股市直接就低开，那就说明资本市场认为这个就是战争升级的一个信号。伊朗这个标志性工程即将建成的叫贝伊克公路大桥，主体结构受损，什么意思？特朗普说了，永远不能使用了，这就相当于你要重修，导致8死95伤。德黑兰到卡拉季奇交通走廊中断，周边电力瘫痪。这里就要说一说为什么要炸这个大桥。首先，卡拉季奇它是德黑兰的卫星城，卡拉季奇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它下面有导弹城，而且它是个工业城市，军工比较发达。虽然美以在这儿加大了打击力度，前2天特朗普还转发了一个钻地弹炸地下导弹库的视频，发生了殉爆，就在卡拉季奇。而这次美以军队把卡拉季奇和德黑兰交通枢纽带最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这个大桥，它给炸掉了。实际上就是让卡拉季奇和德黑兰之间物理上失去联系。那美以军队现在打击伊朗的这些交通枢纽，让伊朗的很多工业城市基地之间成为孤岛。当然了，它不光是打这一个大桥，它后面还炸其他的桥，交通枢纽，那么让他们变成一个孤岛，这个实际上可以视为美军要进行地面作战的一个前奏，让伊朗的地面部队调动起来很难。你那个坦克、装甲车，你的人员腿着，对不对？你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部队的运输后勤都会遇到很大麻烦。现在炸的这个你的交通节点，可以视为是特朗普要发动地面战的一个信号之一。
当然，第二个也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信心，就把你最大的桥梁给你摧毁。上次扬言把他最大的发电站给摧毁，现在还要给他一段时间，到4月6号，那先把你最大的桥给你摧毁，这就是一种升级。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屈服，接着干，那下面还接着炸。实际上，特朗普昨天发表电视讲话完之后，美以就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尤其是那个卡拉季奇市赫萨尔地区革命卫队总部被炸，发生了12次连环爆炸。卡拉季奇叫巴纳夫斯谢地区，属于革命卫队弹道导弹库也被摧毁。马什哈德机场被轰炸后黑烟冲天，已完全停止服务。美以联军越打出手越重越狠，先切断这个卡拉季奇市和德黑兰的之间的通道。归入伊朗卡拉季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下指挥控制中心也遭到了美军的钻地弹的打击。多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事将领在这次精确打击中丧生。根据媒体报道，去年以色列跟伊朗12日战争期间，哈梅内伊他就是躲在卡拉季奇的一个地堡里面。在昨天的袭击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石油部门负责人贾姆希德·埃沙基被以色列斩首。以军称，埃沙基负责管理石油部门，是伊朗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石油收入为军事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埃沙基长期负责相关资金运作，并参与为导弹生产等军事项目提供经费，也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钱袋子这个掌管人被定点清除。以军称，埃沙基参与资助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之胡的组织。多年来，伊沙基负责监督伊斯兰政权的金融部门、生产弹道导弹的军工企业以及该政权的镇压机构。他致力于筹集资金，用于资助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武器。所以到目前看，特朗普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根据央视报道，伊朗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4月2日宣布全面停产。这一伊朗最大钢铁厂发布声明称，由于近期袭击造成严重破坏，相关生产设施受损，导致生产线全部停运，在确保人员安全前提下，暂不具备恢复生产条件。厂方呼吁员工暂时不要前往厂区，等到美以联军把伊朗的3大钢铁厂全部关门拆迁，再把几大化工厂，再把几大炼油厂一关一拆迁，你说伊朗还有什么玩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他说，伊朗如果再不妥协，维持国家运转的基础设施将不复存在。这个恐怕不是吹牛，接下来2-3周重点打击这些，真的会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4月2日下午，美国空军2架 EA-37B 电子战飞机从英国空军叫米尔登霍尔基地起飞，飞抵位于希腊克里特岛苏达湾基地。这个 EA-37B 号称是美国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现在也派到中东来了，这个肯定不是撤军，这是要升级。当地时间4月1号，美国媒体报道称，12架美军 A-10 攻击机日前降落在英国一座空军基地，随后将被调往中东地区。据悉，该型号攻击机被设计用于专门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美国《纽约时报》1日在报道中称，美国国防部正在将美军在中东部署的 A-10 攻击机规模扩大1倍。2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空军正派遣18架 A-10 攻击机前往中东。你看，这个 A-10 攻击机再加上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2架，可以说地面战斗也是紧锣密鼓的在安排。特朗普他有个特点，就是谈判和地面行动、军事行动两不误，哪条线快就走哪条线，2条线同时推进，不耽误。他不是说我这边要跟伊朗谈判，那我军事行动就推迟，不是这样子的。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正在军事行动，所以谈判停下，不是的，他是2条腿同时，哪条腿快就哪条腿。截止到目前，美军在中东已经集结了至少5万兵力，
这些兵力运入多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几个岛屿，绰绰有余。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少将他说，如果敌人发动地面进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这口气有多大呀？这就是典型的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说实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即便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特朗普即便发动地面战争，这个伊朗人估计见不到美军，或者说见到美军的人，伊朗人都成了这个耗材。战争就这么残酷，恐怕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印象中，跟美军进行地面战还是要拼刺刀是吗？还是要短兵相接是吗？拿这个 AK-47 突是吗？我估计他们连美军的面都见不到，稀里糊涂的，就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些精锐的古巴人侍卫，他们稀里糊涂的连美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结束了，全部被消灭了，怎么死的都不清楚。伊朗的哈塔米少将给作战指挥部下达命令说，必须保持极度警惕，严密监视美国和以色列动向，并在适当时机反制敌人。一旦敌人发动地面战，绝不允许敌方一人生还。这个4月2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相关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表示是你们把你们的士兵送进坟墓，而不是伊朗。他认为好莱坞的幻象已经深深影响了你们的思想，以至于你们仅仅凭借250年的历史就威胁一个拥有6000多年文明的国家。不光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也这个说法，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也有类似的说法。阿拉格齐说伊朗有6000年的文明，而美国呢只有200多年。我就觉得先不管伊朗和美国打成什么样，我觉得根本就不能答应。咱们才5000年文明，那凭什么伊朗是6000年，比咱们多1000年？为什么要压我们一头？所以说我觉得根本不能答应，对吧？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就输给伊朗了。咱们连美国都不允许超越，咱们比美国都是遥遥领先，怎么可能让伊朗领先咱们？所以说这个说什么意思？说你伊朗跟美国打归打，你不能寒碜咱们。所以希望伊朗宣传部门注点意，主动的把自己降一下，降到4000年文明，不挺好的吗？或者4500，实在不行4800，是吧？你非要搞个6000年，你说这个我听着我觉得不舒服，怎么能容忍还有一个比咱们更历史悠久的国家？我听着都不舒服，我觉得盘们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你伊朗你反抗美国归反抗美国，你没必要捎带手的寒碜咱们。所以望盘们三思而后行，这一块守牢这个阵地，不能输给伊朗，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伊朗形成这么一个错误的认识，就不好打交道了。到底谁是二哥，谁是三弟？我们再看看伊朗的反击。伊朗不光是语言上的反击，说最狠的话，让这个美军无一生还。他在行动上也有反击。4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执行真实承诺4号行动，第91波次反击。这一下挺热闹，使用了什么重型导弹、无人机，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海法核心区域以及美国的叫林肯号航母相关目标，美军人员驻地实施精准打击，导致以色列数百万民众进入防空洞。你说这个林肯号没消停几天，是不是啊？刚消停几天，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打中了。据说这个林肯号又是后撤1000公里。我看网上有视频，林肯号又被炸的这个就是一片狼藉，非常狼狈。这伊朗也很有意思，就天天用这种 AI 人工智能，它没有用在武器上面，它用在宣传上面，你就没用在正道上面。人工智能你用在你的武器上面，无人机上面，导弹上面，用在你的生产制造方面，它没有，它全用在宣传上面。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法，那过去24小时又打下了不少美军的飞机，从死神无人机到 F-15、F-16什么的都打下了不少，而且还打了一个美军的什么一个人员聚集地，据说30多人死亡。反正这个都是伊朗单方面口嗨，或者是他们的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发生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愿望当做一个战果拿出来宣传。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当局呼吁公民加入志愿军。伊朗当局发起了大规模志愿者
招募活动，以加强其防御，应对预计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地面入侵威胁。此次征兵行动旨在招募超过100万人，其中包括正规军、巴斯基民兵和平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将最低征兵年龄降至12岁，鼓励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安全任务、巡逻和情报工作。人权观察和其他组织谴责此举可能构成战争罪，并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说实话，也不要太当真，这个就是伊朗的，也是一种宣传，也表示美军和以色列你要发动地面战争，你就要陷入伊朗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就这个意思。你说伊朗现在真的要征集100万这种志愿军，我也不说发工资了，你志愿军好吧，不发工资。那枪得发，手榴弹得发2颗，这都要花钱。防弹背心不发吗？正式的制服，这个最少得来一套，这都是要钱的。这对伊朗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100万人你不给他发工资，那饭得给他吃，你不能让他饿着肚子来打仗。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再说了，你这100万人，你把他召集起来，如果你不给他良好的训练，你最少得训练3个月吧。这个花多少钱？你要不训练，这100万人他不仅没有战斗力，反而会成为祸害。一打仗他乱跑，你后勤崩溃，你的战线崩溃，一听见枪声他就尿裤子，你说怎么弄？所以你还得良好的训练，这都要费钱。100万人的这个志愿军，这俄罗斯比伊朗还强大得多吧？打到现在也才150万。当然了，伊朗这么宣传，这盘们很喜欢，感觉这个还是人多力量大。4月2号。根据央视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法塔赫·阿里扎德在美以袭击中身亡。这个叫法塔赫·阿里扎德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支特种部队的司令官，又被美以斩首。当地时间4月2号晚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位于阿联酋迪拜的美国甲骨文公司数据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实施了打击。不过，迪拜媒体办公室已否认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了，我给迪拜的甲骨文机房送去了无人机和导弹，请问有没有收到？迪拜这边办公室说没有这回事，你自己查物流。这个甲骨文也是点背，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刚裁员吗？裁掉3万人，这一下这个数据中心要被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值此于美国联合行动1月季，我们正在系统性的摧毁那个几十年一直高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的神棍政权。这就是说最狠的话，最毒的打，一个典型特征。这么多年，伊朗动不动就是让美国去死，让这个以色列去死，这下好了，谁死还不知道呢。伊朗政府信息委员会主席哈兹拉蒂4月2日接受伊朗官方媒体采访时回应说，他针对特朗普说这个已经取胜了。特朗普不是动不动就是对伊朗战争取得了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那哈兹拉蒂他说，特朗普的这一点讲话纯属胡言乱语。哈兹拉蒂说伊朗的导弹能力日益增强，伊朗在不同地点储备了大量导弹，伊朗的浓缩铀安然无恙，霍尔木兹海峡也仍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强调，美以的袭击加强了伊朗人民团结和官员之间的凝聚力。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说，有美国媒体记者问卢比奥，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个卢比奥他解释，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由秉持末日论调的激进什叶派神职人员统治的国家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他们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这种无人能挡的屏障来隐藏和保护他们的核武器计划及其野心。通俗点说，就是神棍政权不能拥有核武器，因为它跟你们想法都不一样，没有办法沟通和交流，还体现在他是蛮不讲理，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对付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他遇到特朗普算是倒了血霉，因为特朗普他也不讲道理，他颠三倒四。伊朗毛拉政权过去40年，他这一套都挺好使的，就各种狡辩诡辩，但是到了特朗普这一招就不好使，特朗普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比如说，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他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写信干啥呢？告状。告什么状？说乌克兰承认
向中东地区派遣数百名专家对抗伊朗，认为这种行径是向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对伊军事侵略提供物质和行动支持。这个伊拉瓦尼在信中说，乌克兰的非法干预行为并非偶然，是积极参与并协助他国对一个主权国家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构成参与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基本原则。他指出，根据国际法，乌克兰需承担相应国际责任。这个伊拉瓦尼还强调，乌克兰试图将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合理化或常态化，这令人深感担忧，也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相悖。泽连斯基他是怎么回复的呢？泽连斯基说，很多人假装看不见伊朗4年来用无人机帮助俄罗斯杀了多少乌克兰人。我们和伊朗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们没有对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击落了我们的飞机，杀害了我们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我记得应该多少年前，伊朗是击落个乌克兰的一架民航客机，伊朗也给俄罗斯提供沙赫的无人机，多少万架一直在打击乌克兰。他们击落了我们的飞机，杀害了我们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有人死了，他们拒不承认，他们不让专家入境，也就是不让这个事故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民航客机是怎么被击落的。然后全面战争爆发，他们把沙赫的无人机交给俄罗斯人，并开始杀害我们的平民。我想阻止这一切，我问过他们，他们承诺只会生产1批无人机，但他们却继续撒谎，继续提供武器。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俄罗斯的帮凶，这就是毛拉政权，就这么叫精神分裂。他给俄罗斯提供的是攻击无人机，是杀死乌克兰人的。俄罗斯人用沙赫的无人机是炸乌克兰，这5年来提供了多少？他自己不反省，他振振有词，狡辩。而乌克兰给中东这个国家提供的是什么？是防御，它不是攻击无人机，它是防御。你这些无人机链炸到平民，炸到那些设施，人家是在领土上防御你这个无人机的。他说伊朗在帮助美国、以色列，还要乌克兰去赔偿。乌克兰怎么赔？赔什么东西？赔他沙赫的无人机是吗？所以说，你看，就在这个事情上呢，他还振振有词，他跑到联合国去告状。就这种毛拉政权，这些装货，你们有本事你去跟他辩论去吧。有很多装货不是爱好和平吗？还有一些不同意特朗普大嘴巴抽他们的，那你去找他跟他理论，他们只听得懂特朗普这个大嘴巴，只听得懂特朗普拿炸弹炸他们。这5年来，他给俄罗斯提供了多少沙赫的无人机，用来打击乌克兰。他到联合国倒打一耙，说乌克兰援助美国、以色列侵略伊朗，所以这种毛拉政权就是欠抽。你跟他去说理是吗？现在已经特朗普派这个万斯跟伊朗人说理谈判，你看他能谈出个啥出来？这种物业跟地保一样，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所以从这一点上说，特朗普要继续加油，不可沽名学霸王，宜将慎勇追穷寇，要好事要做到底，除恶务尽，长草除根。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